啊，出面入来，倒入起来，是也听无煞，有无？比如讲甲耶稣听话，耶稣听你无？Yeah.
爱珍，凤珍，两个珍珍哦，珍珠哈。先去看王兰姐妹，王兰姐妹伊都贵州哈，贵州所以已经等于厝在调用，所以伊就想讲，一摆坐游览车，敢若庆会长老的爱儿就是一家尔，伊讲伊两个就行路的吼，伊讲找来找去，真的找到了哈，很高兴，伊安尼同一个路去看王兰姐妹，也过来遮，为着变经济哈，开玩笑，庆会长老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，我讲伊敢若迄个金顶电池哦，那个电池永远不会消停。你看他哦，你听带他的事业，然后在教会的服侍，你马上活络，我很感动。然后昨天更感动的，我们的会长哦，妇女会会长，本来我说嘛在做那个选优比，他这嘴说，那个修缮基金好像是需要一直继续下去哦，虽然大条的已经结束了，但是那你刚刚好两边讲，像定期委托，两边音响维护，所以讲，你要做义卖，都是特许合并，好了，那个详细再说吧，你掌握的比你大哈，现在是做，感觉哈，那你到尾都动起来了，咱若富光都出去了，咱三也是上帝身边啦。我唔敢家己